Hello。Hello。上緊鏡㗎，而家你哋。用我哋台蘇打嗰啲 SR 將個俾客啦，係50秒之內會將個俾客嘅，甚至我哋有啲客咧直接話喂你上去啦。Uptime 咧 ，even 係每張 network card in out 嗰個情況，仲有就係話咧，包括我呢一度咧可以睇埋尋日邊個喺我呢台機嗰度透過機圍去過邊度影嗰啲咩嘢，全部睇到晒。咁不過呢台就 testing 機，你知 testing 機都冇呢啲。講到死你明星嚟㗎嘛？係㗎，真係人嚟㗎嘛！哇！呢個靚女係雜誌都見到㗎。今日做代言人啊，買翻過嚟。呢度係 hello。而家將啲買翻嚟呢邊係。係雜誌都見到嘅呢個。ICT Expo 啊，801。成為會員。第三，記住填妥功能組別嘅選民登記表。最後喺5月16號之前將表格傳真或者郵寄翻去選舉事務處就可以㗎啦。咁就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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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㗎啦。有問題嘅話可以上呢一個網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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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網址查詢5月16日前登記做 IT 選民。好翻㗎啦，不過係經常咧搞。嗱咁講兩句咧，我哋咧過去嗰個零月咧，一路咧連住每一個禮拜，差唔多一個禮拜咧，我哋就推出一段新嘅短片。咁個目的咧都係希望咧鼓勵 IT 界嘅選民咧喺5月16號之前咧就係登記做呢一個 IT 界嘅選民，或者 IT 界嘅朋友登記做 IT 界嘅選民。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係隆重宣布咧呢個最後一條片，我哋嘅第4條，因為我哋之前出咗2條中文，1條英文。今日呢一段片咧，我哋就係應該即將咧就放上去 YouTube 咧，就係一個 NG 版。咁呢個 NG 版咧就保證大家睇咗之後咧，即係你一定嗱，你見到你哋認識嘅人之後咧，就更加要 forward 去俾嗰啲你認識佢，但係原來先至知道，原來睇完呢段片先知道原來咁好笑嗰啲人嚇，咁啊一定要廣傳嚇。咁當然啦，呢個就玩之餘咧，最緊要咧就係希望記住。登記做 IT 界嘅選民，因為我哋而家得幾千個咧，就係太少啦，咁一定要去鼓勵下。好啦，嗱，我哋睇咗呢個先，呢個個人。IT voter registration to promote IT and professional. Please be reminded to register. 咁難㗎，咁長㗎，提升專業地位。睇唔到呢句啊！提升專業地位，推動。提升專業地位，係記得。提高 IT 專業地位，哇！第一，登記做加入指定的 IT 專業團體做會員。填妥功能選民發聲。Return your form to the 喺5月16日前，將記得5月16號投票啊！係5月16號，65。再嚟個5月16號，好似喺5月6，喺5月6，呢個係最難嘅。於5月16日前，咁就得嘅。咁就得㗎啦，過嚟啊！好啦，快啲登記啦！原來上咁就得啦。我最後一個啊！好，好啦。
咁啊，請各位記住登記啦嚇。即係簡單總結翻就話，我哋呢個平台係 ready 咗，可以 for 一啲 content provider 或者係 broadcaster 去透過呢個平台去做佢哋嘅廣播啦。好似一間公司，佢可以有自己嘅頻道，佢都可以咧將佢內容咧擺喺我哋一啲嘅分類嘅頻道嘅裏邊。咁而另一方面，但睇嘅人咧，亦都可以係收費或者係免費嘅形式，視乎翻你嗰個內容本身嘅性質咯。當然唔少得就係話，我哋咧亦都好歡迎有唔同嘅partner 或者係integrator 啦，我哋可以一齊去合作嘅。雖然真係你可以做成余先生嚟睇咩就可以正，但係點攤到我？